2027年又係赤馬紅羊年嘅紅羊年，究竟今年有幾個生肖係犯太歲嘅呢？另外點樣可以喺室內做一個化太歲嘅風水報告呢？好，我哋即刻去睇下。好啦，2027年羊年犯太歲嘅生肖總共有4個。呢4個生肖裏面咧，以沖太歲嘅牛相對嚟講，算係2027年最大波動嘅一個生肖。嗱，點解屬牛嘅會特別大起大落呢？關係字就係在於呢個沖字啦。沖咧代表咗衝擊、衝動、沖散，所以容易出現變動啦，突發事情比較多。情緒咧都容易波動。嗱，至於人際關係方面咧，亦都容易有摩擦。可能明明係好少嘅事，但係講多兩嘴咧就變咗大件事啦。嗱，健康方面今年小病痛亦都多。嗱，至於處理文件啦、合約，但凡同法律條款有關嘅嘢，一定要搞清楚，唔好咧簽咗先算，因為最怕咧就遇上官非。嗱，不過記住呢一句，沖唔係代表一定衰㗎。嗱，佢同時咧可以係代表咗好嘅動向。嗱，屬牛嘅朋友喺2027年要做嘅，其實並唔係要避開所有變動。而係點樣喺變動之中處理好自己嘅情緒同埋人際關係。記住一個口訣：遇沖就慢半拍。嗱，當情緒一上頭嗰陣，唔好即刻做出相對嘅回應，亦都唔好即刻去決定，而係咧先等自己靜一下，唔好衰衝動，諗清楚先好做。呢個就係化沖為機嘅關鍵啦。嗱，至於屬羊嘅朋友，喺2027年係屬於犯本命太歲年，又稱之為咧值太歲年，一般咧代表咗阻滯比較多。做每樣嘢咧都容易出現啲浮浮沉沉嘅情況，尤其喺事業上，硬係咧有一種拉牛上樹嘅感覺，所以一個字可以形容就係慢啦。嗱，亦都係因為咁，容易咧影響埋個人嘅情緒，甚至連小病痛都會多啲㗎。好啦，輪到屬鼠嘅朋友，你哋今年咧係屬於害太歲嘅一年，害即係容易俾人靠害啦、出賣、督背脊，尤其喺人際同合作方面，輕則俾人誤導、老點、投訴，重則就容易破財，俾 partner 拖累啦。最攞命嘅咧就係明明你冇錯，但係點解釋都好似你唔啱咁樣。嗱，我諗一世人流流長，大家點都曾經感受過呢種痛苦啦。嗱，最後就係屬狗嘅朋友，喺今年咧係屬於刑太歲加破太歲嘅一年。嗱，佢代表咗壓力同埋口舌，破就代表咗破壞同損失，容易破財啦，關係破裂，情緒咧亦都有好大嘅起落。嗱，精神上成日都有啲無形嘅壓力，搞到自己心緒不寧，甚至連健康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建議，如果有一啲嘢真係自己頂唔到嘅話，千祈唔好死頂，一定要揾人幫手。好啦，今年繼續教大家一個簡單嘅風水佈局，幫你間屋啦、公司或者鋪頭減低羊年犯太歲嘅負面能量。嗱，2027年丁未羊年，地支咧就係未，未咧就係今年嘅太歲位啦。而方位上邊咧，亦都代表咗係西南裡面嘅202.5度至到217.5度呢個範圍。嗱，太歲最忌咧就係頭上動土，所以西南位今年盡量唔好裝修、拆牆又或者動土。萬一刺激到佢嘅話，一般咧容易會影響到人丁嘅運勢㗎。嗱，至於點樣做呢？首先要用一個準確嘅羅庚又或者指南針，企喺全屋嘅中央，揾出呢個西南位202.5度至到217.5度呢個範圍。喺呢個位度咧，我建議擺一隻馬仔造型嘅擺設。嗱，點解係馬呢？因為地支午未係相合㗎，未咧就係羊，午咧就係馬。一般咧以逢合解沖呢種法則咧嚟減輕太歲引起嘅烈性。嗱，大家咧不妨可以試試。嗱，最後啦，要確保呢個西南位要乾淨啦，唔好堆放雜物啦，要簡約，要穩定。嗱，下一集我繼續用通勝、八字同埋風水去研究一下2027年羊年嘅整體運勢，大家記得留意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相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㗎。